黑黑马后啦，他好强啊！我这是讲究啊，讲究！天哪，我们甚至我们俩先回家，我们重新开始掉粉。好，来了，欢迎3位来到我们汉尼班长说的节目啦。那我们一样今天要来邀請3位来猜我们的客语字。我们这一集是跟吃有关系。咦，佢啫，答題節目組會本下可以同下家私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嘅用法同意思，因此題絕地款，順來問你係基本啲嘅漢語輕鬆咯。那我们先进行我们的第一题啦。来，白兰多，白兰度，白兰多，白兰地，哎，好像是白兰度，他就是他的小名叫白我是兰多。 whisky，鱼肚，鱼肚，跟答案离得非常的远。非常的远，真假的？想象得到，可恶想象得到，看我们的提示物，还不是，哎，他每个都给他勾了。它什么都有，它主餐什么的，会不会是自助餐呐？一个形容词哦。形容词啊，好像都可以要来解读那个了。拥有一个巨大的胃口。巨大的胃口。好，那恭喜我们的基连米跟豪平答对哇，啦。写的一字差了一个字，对对对，意思就是胃口好，什么都吃。好厉害哦！念的就是霸懒肚，霸兰度，没错，它就是指一个人的胃口很好，比如说小孩发育的时候，就像霸懒肚一样，什么都吃。那我们第2题，期待。落实，落死。它其实算是一个行为。我已经猜了，先让我作答这个答案。Luxy 啊，就是某一间夜店的名字。你很土哎，还讲得出 Luxy。呕吐，呕吐，肉啊，就是吐出来的东西啊，这就是食物啊。我们看提示，薪水居然是薪水袋，原本薪水是28000，变成扣一扣剩13。 10886。落实我可以说，它原本可能是禽类或者是鸡鸭，他们在寻找食物，那它后来有引申成一个意思。那什么的，有一种很小气的铁公鸡，把一个人吃的死死。假狼告告，假狼告告假狼告告的。假狼告告。好，我们这题一样是没有人答对的。哇，没有。没错，它其实是一个讨生活的意思。哦，太难了吧？对，这个词境其实有一点点困难。它其实，因为它原本是在说鸡鸭在找食物，那这个其实应用在生活上，就会引申有点像是讨生活。落实。老师好，第3题，打进食，打进食，打进食，也是个现象打。进食，它也算是形容一种状态。讨生活，这是上一题的答案吧？你还怎么还在上一题？它是另外一个说法。就是不吃少吃的感觉。我是觉得有点像是吃同学便当的感觉，吃同学便当吗？就是对，就感觉他去打一些就同学食物啊。我们看提示，中午便当的饭，中午便当的饭对，中午便当的饭，穷的笔画太多了，穷不会写。来，剩饭啦，我猜剩饭。好，我们这一题没有人答对。哎，它其实是指吃东西只吃一种，不配其他的食物。这一碗饭怎么会叫做吃东西很专一啊他很？穷啊，没有东西也吃啊。它就是单吃一种东西，它不配其他的食物。就是你不要只吃这个东西，就会太咸。就是有时候妈妈那个在桌上，然后小朋友一直吃配个什么什么的，哎你不要只配这个你旁边菜也要吃啊。打枪声。打枪丝。好，那我们第4题，好的，接招。蒙喜蒙油，那个就是蒙西以前不是那个什么妈妈会给女儿取名叫蒙奇，对，蒙奇。因为生了女儿，有一些传统观念讲说啊，女儿这个白养了叫蒙奇蒙油啊，对，就是蒙奇啊，蒙家蒙家。我写一个挑食，其实有一点点接近答案，我们一样可以看一下提示物。这个很高哎，哎呦，什么意思？然后虾，无黑黑马后啦，我们可以想一个常用的谚语。啊，摩西黑马后要怎么讲？有就好，我这是就好。我这是讲究啊，讲究。天哪，我们甚至先回家，我们俩先
有就好啦，有就好啦。好，有就好啦答对啦。可以啊哦，将就着吃哦。没错，就是指食物吃起来口味还可以，就将就着吃就好。猛森，猛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客语王这个应该有人是拼哦。我们的豪平跟吉雷米。客語班上數分享來到我嘅 Barbie Plus，入邊有 coffee、有 tea，還有米。講前講客語，嘿，馬街做事，娘們事做唔會皮嘅太威王。客語按娘們講咧，就係白蘭度。白蘭度，喺市面上看起來吼，係咪？當像一隻都市動態，可以變當到藍嘅東西，就係冇見識。看到馬家做事，馬家做事，係按樣吼，係食唔皮嘅話，我知道可以去比賽太威王哦。白蘭度，我做白蘭度啊，咩冇咁簡單哦，然後景氣也唔好，成塊就過唔去嘅，因為有東西好食哦。來。大家，綠色就係土生發春錢嘅意思。注意啊，這種人啊，係有那隻地方做得唱歌嘅啊，我搶下去哦，係我冇通過，冇條路，你咪綠色咯，綠色。還記得我以前讀書嘅時間吼，曾經各位咩當艱苦，有時候一年找到的是一樣東西呢。一樣東西行業用蠻講咧，打槍色，乜家又做冇乜個好皮，好高都很辛苦哦。佢按鋪頭吼，都是要誒用蠻變相打開來，乜家東西做冇，長多的是泡麵，泡麵你長係一樣東西，打槍色。唔過吼，以前人就講，哎呦。泡面猛生啊，猛食就係哦，總比冇東西好，食嚟飽就好誒，安尼我就感覺當幸福嘅。故說吼，做唔得健食，因為健氣冇好，一樣東西咩食嚟飽，猛食。哈口，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想要来我家吃饭啦，希望你们的胃口不是很大啦，因为我不会做菜，所以就是只好蒙斯。过年期间跟女朋友一起看《甄嬛传》直播，皇后都会劝皇上不要整天只是宠爱甄嬛，你这样是对甄嬛大相思。